来关心一个车祸的消息，这架车是规个弄甲密密麻麻。昨天下晡伫高雄的中山四路，这架运钱车是先弄到分隔岛，然后佫去弄到对向的拖拉区，规台车是弄甲杨糊糊。车顶的两个人加在是拢无性命的危险。不过嘛，因为这车顶有300-400万的现金，警方嘛随去现场介护。救护车驶伫车真多中山四路，到位时发现运钱车坏过2个车道。挡风玻璃拢破了，司机这边的车头规个拢冒落去，车顶有2个人掉伫内底。风救出来时阵，四顶的司机已经唔知人了。公司派来的，对。那现在我要把钱，我们付超把它转到另外一边，对，先搬上去，然后你们再慢慢。25中道，运钱车原本驶伫对向车道，敢若是失去控制，出过分隔岛了后冲入对向车道，结果互未符闪的大货车直接弄到。由车顶也有300-400万的现金，警方伫现场介护，一直到保全公司另外派其他的运钱车来。张姓驾驶人驾驶保全运钞车，行经该处北上车道，疑因失控打滑，跨越中央分割岛，撞击对向由余男驾驶之连结车。致张男及乘客陆男受伤送医。另外一台运钱的车用上紧速度将现金载走，以免发生治安的事件。警方讲，大货车甲这个运钱的车司机拢无酒精的反应，事故原因也调查。比如讲，车顶2个人拢无性命危险，不过这个4顶的司机脚骨头长期较严重，家属想要转移来治疗。另外一个到医进前，人是清醒的，只有司机有车伤，详细轻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